警方喺葵涌一個單位檢獲大批武器，拘捕一男兩女，唔排除同年初一旺角騷亂有關。會深入調查。被捕嘅一男兩女被黑布蒙頭、鎖上手銬，又探員押返新界南警察總部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喺行動之中檢獲大批武器，包括多把刀、鐵枝同埋鐵錘，亦都有一批化學液體同埋辣椒油。警方早前接獲線報，喺葵涌一個單位採取行動，搜出呢一批武器，並且拘捕3人。佢哋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作非法用途，但係仍要等化驗結果。行動之中拉咗兩女一男，年齡介乎34至47歲。警方話唔排除事件同旺角騷亂有關，會繼續循多方面調查。同當晚有冇參與騷亂？被捕嘅男人聲稱係建築繪圖員，租用有關工廈單位做貨倉超過1年。其餘2個人分別報稱無業同埋有機產品售貨員。有咁多有刀、有呢一個鐵枝、有氣槍、有面具、有呢個口罩、有手襪、有呢啲液體。咁我諗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聯想下，究竟可以我嚟做啲乜？但係如果係單一而言，喺某啲地方去儲存一啲危險品嘅話咧，咁呢啲其實呢啲唔係我哋話嗰啲危險品有限制喺法律上有限制嗰啲嘢嚟嘅。不過正話所講，你哋大家見到我哋警察所檢取嘅嘢，咁你哋大家可以自己諗一諗咧，睇下嗰啲係咩嘢。我哋唔排除。佢同初一嗰個事件入邊嗰個暴動罪係有可能，如果佢係有證據顯示佢係有嘅話，作出深入嘅調查，先至可以能夠證實得到係抑或唔係。我哋係將所有嘅呢啲武器咧，我哋係作出咗將佢檢取咗啦。咁亦都喺上次作出咗好深入嘅嗰個暴動嘅。我哋嘅調查咧係仍然會繼續，我哋都唔排除咧喺較後嘅時間咧會有更多人咧，我哋會拘捕。無線電視記者林海瑩報導。